他是一个非常诚恳的歌手。那时候认识他真的是黑到一个极致，我说那就叫他 Happy 好了。先转头，5、6、7、8开始带那送。我把1/2的你交到他手中，就算失去自己。第一个，我想要献给我在天上的奶奶，我要让她知道，你的这个坏孙子啊，终于出了第1张唱片。啊！嘿，我的麦掉了，但是没有关系。个人欢迎光临，大家好，我是张善为。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我的故乡苗栗，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呢，叫做玉清公园，是当年非常重要、很有味道的一个地方。今天就跟我一起来好好的体会一下我的故乡苗栗的故事。Let's go！ 这里啊是玉清宫，主神呢是我们称为关圣帝君的关公啊。小时候呢，我因为太坏了，所以有在这里当这个关圣帝君的 K 孙。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哦，我小时候只要有医生解决不了的事情，就会在那边解决。Follow me。记得我小时候阿婆带我来，通常都是我吓到，然后她给我喝的就是这个、哦，对对对，就烧一烧之后放在碗里喝的。以前还有加乳丹，现在对，就是现在4年前吧，4年前就开始把它禁止掉。为什么？请示过原主公，因为大陆进口的香都是大部分都泡药水的。那个芦丹就是那个飞包起来的。那我以前都有喝呢，有关系吗？以前大陆没有进口，没有来往，哪来的？哪来大陆的香？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包一包小包的哦，然后把它倒进去，然后还要拉，然后来喝。对对，那个很主公很灵验的。真的哦，对，所以我有恩主公的客孙就是这里，就是这种感觉。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我很多的我刚才说的医生解决不了的事情，就在这里解决。这个给大家看一下，闽南话叫做马草，客家话叫做马草，就是你遇到一些怪怪的事情，你知道，人不能解决或是看不到或什么的事情，你要为了让更平安，就会用这个泡在水里洗洗澡啊，然后服。我小时候喝的原来就这一张，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机会看到这样一整张，因为通常阿嬷都烧，把它烧好了之后泡在碗里，然后再加那个香灰喝，就这个。所以在这里就是保平安啦。很多客家人哦，让阿嬷阿婆带大的，都会跟我一样有这样子的回忆，好，感觉好好。以前呢，我都不知道，小时候啊，就是好像有规定要从那边进来，然后出要从这边，然后出去的时候，小时候我都会这样踩过去，就被我爸骂。他说没礼貌，也就是这样子进来的时候啊，你就已经跟神明行礼，就表示那种对神明的虔诚跟尊敬。这是我小时候来庙里曾经被我爸骂的事情。接下来呢，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一家是，打从娘胎出生没多久后，我就开始吃这一家面。要跟大家讲，里面我们客家人的油葱酥赞，我到现在还会从这里带1桶油葱酥到台北去拌面拌饭吃，赞！哎，你生意好好哦，已经有人坐在门口等了，你知道吗？哇塞，生意很好哦，这位先生。哎，你好面熟哦，你是张善为的爸爸，你好面熟哦，来啊，起来，他是我爸爸。小时候呢，就是我爸爸带我来这里吃面的，所以有浓浓的回忆。走，今天换我带你来吃面，好，走了。小时候是爸爸，长大不是爸爸。换我当。客家菜常常会讲到姜丝炒大肠，姜丝炒大肠哎，他搞翻了嘛，就炒台虫啊，就炒大肠这样。一般用的是大肠。蛹席炒台虫啊，应该炒粉肠。这里的特色厉害的就是炒的不是大肠哦，是粉肠，里面都粉极品。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这是我从小到大爱吃的哦，我天哪！待会你们看到的都是我以前小时候有没有？9点以前一定要来哦。你要是起床晚一点啊，然后一起来说啊，今天吃不到鸭翅了，有没有？大概9点之前鸭翅全部卖光，豆干也全部卖光，所以我小时候有印象就是我要起来，然后我妈会说啊，今天买不到鸭翅。就是常常有这种失望，但是今天是满满的一桌。这里哦，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每天早上常常有那个印象，就是啊，刚才说的，一睡太晚的来了，就怕会吃不到这些，因为全家人的希望就寄托在我的身上，到底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鸭翅，这是鸭翅哦，鸭翅，然后还有豆干，你介绍菜好了，比较你会讲。这个叫这样，荤肠啊，哦，炒粉肠啊，下水炒紫苏鸭，啊，猪肝，啊，这个鸡啊，板条啦，你怎么都讲闽南语？你什么时候变？你不是客家人吗？今天我爸来这里呢，会不会跟大家讲讲故事好了？你有支持我进入演艺圈吗？你刚开始有反对吗？当然有反对啊。为什么？像你干脆好好的读书，接我的工厂这样子。那我现在当你做演艺，可是当时也是你有帮忙啊。对的啊，那你一开始你知道阿嬷都有塞钱给我吗？那个时候我看报纸，因为我很想当明星啊，你小时候不知道嘛，所以我就看报纸，他要说应征，然后只要缴5、6万。我还要去选上，他说你只要给我5、6万，他就帮我拍照片。这是我跟阿嬷拿的6万块。那个时候我都不晓得，我当然不敢跟你讲啊，你一直叫我回来这边上班，然后后来我就去啦，就开始感觉到原来很多人拍那个照片只是他们赚钱的一个工具。可是我这个5、6万还小啊，你那一拖更大拖啊。对。你的到底多少？我记得是100。200哦，我们会计小姐会上去的啊，会200万。怎么可能？哎，你去问顾小姐啊，不是只有100。200。可是他本来是想说不用钱啊，后来过了没有几天，就来了个5、6个小姐，一个男的到家里来，来苗栗我们家。对，来苗栗家里讲，后来讲说要200万。才帮我出照片。对，不才帮你出照片。那你怎么会答应？人家都说客家人很小气耶。我就第2天就叫我们的会计小姐汇200万上去。那你怎么会答应？是我求你的吗？不是啦，是这样。那时候我也不晓得是为什么。后来我请他们去餐厅吃饭，还请他们去吃饭，然后还给他200万。对，200万是用汇的。第2天汇200万啊！所以你是为了要完成我的梦想啊？对啊，结果我们的会计小姐第2天就去汇，后来你说发现到好像不对劲啊，打电话回来才叫他还我们的时候，他结果汇160几万还是140几万回来，60万不见了。对，不到1个礼拜。对，不到1个礼拜。那你会觉得很难过吗？那没有，反正为了要成就儿子。讲得好，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这一段是我从来不知道的一段，因为我一直以为只有100万，200，然后，可是也还好，我学一次乖啊，是我临时醒。对啊。我跟你们讲，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家里人其实是反对，但是因为疼我的阿嬷跟我的妈妈就想说要完成儿子想要当明星出唱片的这个梦想，然后呢，他们来游说他是最反对的。然后我真的没有想到，好了，我改天再还你啦。拍谁啊？好，你吃一下，来吃一下鸭翅。我不用吃，我已经吃饱了。你吃一下啊！发糕对客家人来讲很重要，对，很重要。逢年过节，不管是拜拜啊，或者是过年一定要吃，到现在一样。每年过年年初1，我一到楼下，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捏一块发糕啊。然后我就不爱啦，刚起床我不想吃，吃一下1口就好，不要啦。他吃，然后我就吃，然后吃完过一下又换年糕，吃1块，不要，我刚才才吃啊，不行，你就吃一下，过年一定要吃，到现在每一年都要吃，每一年都要做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意义深刻。那今天我们2个一起来做这个发糕，那你帮忙。因为现在一般人的家里有像面店的这种老灶头啊，
灶头的客家方言哦，做头啊，做头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哈。对，像我们家还有，我小时候所以我看到这个面店的传统，现在你就用那个瓦斯炉，对啊，端来去啊，那个做头就是我们的灶头，很有传统的。来拿哦，你小心哦。啊，接下来紧张的时刻到了，而且只有一次哦。打开，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会这么紧张，包括我们现在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紧张，因为我们是 live 不能剪接的。我待会要打开了，到底可不可以顺利的发呢？1、2、3，开耶！啊，你可以来看一下，你慢慢来，好棒啊！对，哦，正点，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如果你用割的，绝对割不出来这种感觉，有没有？这就是这样哈，有没有？这个心情就对了。对哈，就会觉得哇，今年我们要发了，恭喜你啊！谢谢，恭喜！有没有？你们电视台也发，就是这种感觉啦。热的不好吃，吃看看呐，冷的更 Q 啦。你吃一点看看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很烫，大家发财，大家发财。对，就是吃的时候，他一定要叫我们，一定要讲一句。大家发财，所以这样算成功啊！那我们来喊一下1、2、3，你说发财好不好？大家发财好不好？你自己喊了，1、2、3，1、2、3，大家发财！而且不但是歌星，我还是明星。接下来应该就是要上娱乐新闻了哦，排不上，上不了任何通告，我就这样自以为我当明星的，就在家里做了半年。从小立志当歌星的张善伟回忆起当时的明星梦想，起因竟然是小时候跟着姨婆去追星的经验。而更为了要出第一张唱片，张善伟又是经历过了哪些风波呢？有着同手同脚的舞蹈障碍，善伟又是如何突破心魔，成为带领着孩子唱唱跳跳的黑皮哥哥呢？更多更精彩的故事，我们来收看。开始接触艺人的第一次是小时候我隔壁的姨婆，她就有一天抱着我去看表演，然后我记得是凤飞飞，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太清楚的印象，到现在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就是舞台很亮，然后她唱歌好好听，我还有留一个画面，就是她把我抱高高，然后往舞台的前面这样一直挤，要跟凤飞飞这样握手，然后我握到了凤飞飞的手，这一只没错，对我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啊，就让我觉得哇，好好哦，好多人要跟台上的歌星握手哎，所以站在台上很过瘾。那我可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握手是为了什么，可是现在来看，其实这就是姨婆的追星带着我去追星嘛。然后到后来呢，有一次因为妈妈是做旅行社，然后我小时候啊就会跟她去带团，然后在旅行的游览车上面啊，她就会叫我说来唱歌给大家听，里面有阿公阿嬷啊，还有我伯伯叔叔阿姨什么的，然后我就唱歌，然后唱完歌，他们就鼓掌，就这样，然后大家都跟我妈说：“哦，林家，你儿子哦唱歌好好听哦。”然后我就知道，我这尾巴翘起来，我就觉得哇，我唱歌唱得这么好，我更觉得我应该要当歌星，我以后长大要当歌星，学凤飞飞，学很多人这样站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然后一直到慢慢长大，我想说，又苦无一个管道。要怎么当歌星？更不可能啊，没有任何的背景嘛。然后我就看报纸，然后就比方说像这样，好报纸，然后把它打开，然后他就会写说，陈真歌手，或是陈真模特。但我一开始我就全部都先挑陈真歌手的，然后我就把它勾起来，我就会在家里的厕所录音，因为为什么选厕所？厕所 echo 最好，然后录好，然后寄去唱片行、唱片公司。没有回应啊，然后后来有一个经纪公司，模特经纪公司，他就说恭喜你被录取了，好像是因为这个模特的经纪公司要我去试音，那我就更开心啦，我要出唱片呢。我每次去他的那个录音室哦，在台北，他就对我很好，就买水果给我吃，我就哇好好，然后我都殊不知，原来他还去找过我爸爸，因为他有一次问我说尚伟，他现在我们要出唱片哦，那你家里有没有要投资一些？
那我就一听到我就很害怕，好，他要投资多少？他说大概至少要100万哦。没想到跟我爸聊一聊啊，一聊才知道是200万呢，而且是我不知道的状态下，他们还有到苗栗的家里聊。我记得1个礼拜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就醒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那个时候认为是100万这么多钱呢，然后爸爸工作那么辛苦，那你打电话就跟他讲我不要了，然后这一通电话一打去，他说可是我们已经都开始在歌也写了哈，也在发编啊、录音啊或什么什么啊，可能大概成本已经花了60万。那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你说60万是真的假的？可是以现在来看，只能说屁啊！我的手放在你的面前，让热情像不灭火焰。有一次，有一个救国团的代言歌曲，他找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唱我们救国团的代言歌曲的主题曲？我记得那个时候叫做《Give Me Five》，我还记得哦，《Give Me Five》有没有？就是那一种很带动唱，大家会一起唱、一起跳的那一种歌。好啊，那我就这时候更不得了了。我发完这个 EP 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歌星了，而且不但是歌星，我还是明星。接下来应该就是要上娱乐新闻了哦。偏爱单眼皮酷哥的女孩请注意，现在又有新鲜货上门喽！大家好，我是新人阿威。阿威张善为凭着一支这个月没来，下个月也不会来的轻松打广告，被唱片公司发掘。而在踏入演艺圈之前，张善为也曾在3立电视台从事幕后工作。因为我本身是念比较偏向于大众传播，所以我退伍后的第一份工作就进了3立去开始做制作助理。那做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做了那一个节目叫做新人歌唱排行榜。那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每次在台下这样看，上面在唱的时候，我就幻想，其实我最想的是站在上面，我并不是要在下面做制作助理。幕后走向幕前，其中的过程并非3言2语就能轻松带过。排不上，上不了任何通告，我就这样自以为我当明星的，就在家里做了半年的时间，我就每天坐在家里，做到我都不好意思了。然后有一天，我爸突然跟我说，他也吞吞吐吐，他就说，这样好了，我们在那个长春化学哈，我爸的朋友在那边当厂长，说可以帮我安排一个工作在那里面。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幻想，跟着我想一下这个画面，戴着一个黄色的安全帽，然后这里一个白的这里，然后这里还有个垫子，然后骑着野狼，7点半骑车出门。然后5点下班再骑车回家，我就想，完蛋了。这时候，可能很多人这个时候会想说，好吧，那去工作。没有哦，在这个时候我更加确定，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要当明星。在我很沮丧，几乎觉得完了，我的梦想要破灭的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他说：“喂，您好，我是东森幼幼台，那请问你是张善为吗？”打给我的那个人，他叫做顾雅玲。我跟他认识，就是接触到是他的第1张专辑 EP。看了他那张 EP， 听了他那个歌，我觉得他还蛮阳光的，然后蛮有冲劲的，很适合我们那时候设计的一个 sales 表哥的那个剧中的人物的角色，所以我就找他来谈，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合作。主持儿童节目3年多 ，Happy 哥哥张善为及水蜜桃姐姐首次走上户外，和小朋友面对面接触，两人的魅力让现场涌入近千名的大小 fans。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很会跳舞的人啊。我有那种同手同脚我最自然的状态下，其实走路是同手同脚。我如果不用，像我现在当然 OK， 我是有警觉告诉大家，告诉自己不能一定要这样。但这个东西在我去幼幼台练舞的时候，它就发生了。比方说，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比方说身体跟这里是反的，大家可能是这样的时候是最对的。可是对我而言呢，这样子，或是这样子，对我来讲是最自然的。那刚开始其实还蛮沮丧，可是后来他们慢慢的
就着我嘛。反正 Happy 哥哥有同手同脚嘛，所以其实在我的很多舞，我会发现其实老师都刻意把它编成是同手同脚的律动曲，反倒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刚开始，说实话，我真的就不是设定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朋友还好啦，倒不是很恶劣。不是很恶劣去泼我冷水或者什么，他就是说，他就不要丢脸啊，你要就好好做啊，或什么。我那时候认识他，真的是黑到一个极致，皮肤黝黑，那就叫他 Happy 好了，反正 Happy 也有那个 Happy 的意思。哎，你为什么会找我去做？他说我看到你那个救国团的那个 Give Me Five 那个 MV， 觉得你很阳光，所以呢，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做的每一步。因为我如果没有拍那一个救国团的代言歌曲，幼幼 TV 不会从那里面看到我。再接着，又下一个人看到了嘛，我就认识了苗姐，去 KTV 唱就好啦。然后我就说，可是苗姐，那没有很多掌声啊 ，KTV 比较封闭。她说，你打电话给我，我去帮你拍手啊。好不容易认识了当年小虎队的经纪人张善为，竟然一再又一再的遭到残酷的拒绝。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张善为是如何凭借着客家人坚持的精神，无论在唱歌、演戏、主持各方面，都缴出了亮眼的艺人成绩单。请各位一起来陪着我们收看本段的客人欢迎光临。苗姐在东森上班，那也有台，所以我很有机会看到。当我一听到说她是小虎队的经纪人的时候，不得了了。我每天去办公室找她，我就去找她说：“苗姐，你签我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经纪人，我每天跟她说：“苗姐，你签我好不好？”然后苗姐就说：“你要干嘛？”我要签你，你想干嘛？我说我想出唱片。苗姐，你听一下我这个 EP， 我就拿给苗姐听。苗姐说：“我听过啦，电视打得很凶啊，那时候。”他就这样。那我说苗姐，你觉得怎么样？然后苗姐说唱得不怎么样啊。然后我说那苗姐，我想当歌星。她说你长得又没有很帅，眼睛又那么小，唱歌也不是很好听，你回去啦，你不要做这一行。那我说可是苗姐，我真的很想当歌星呢。她说当歌星有什么好？你不觉得你现在起步太晚了吗？因为我已经退伍，当兵退伍回来才要开始走这一行，然后起步太晚。我说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唱歌，然后有掌声。然后苗姐又说了一句，她说去 KTV 唱就好啦。然后我就说可是苗姐，那没有很多掌声啊 ，KTV 比较封闭。她说你打电话给我，我去帮你拍手啊，你知道吗？她就是这样一个一般人。那个时候我同时碰到有一些经纪人，每一个人跟我讲的都是，你以后跟我签约，我可以帮你出唱片，我可以让你演戏，我可以让你，每个都是一个饼。但是苗姐呢，她是不但泼水，她还丢冰块，倒一整桶的冰块，这样啪啪啪，然后我就浑身是伤嘛，没有，我就在那个时候更坚定说，就是你了，拜托你跟我签约。我把1/2的你交到他手中。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对我？他说这是最坏的一面啊！你以为你进来的这一行你就有饭吃吗？你以为你进来的这一行这一圈就要你吗？他讲了，其实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沮丧。可是我经过将近10年在这一个工作里面，我会觉得苗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就算再苦我都愿意。我就一直缠着她说：“苗姐签约嘛，苗姐你跟我签嘛，苗姐你跟我签嘛。”她就一直就是不签。然后到有一天，她突然就说：“好啦，现在我们可以签约了。”我也不知道，她已经觉得可能观察够了，签约了。然后我就说：“苗姐不行。”换我说不行了。我说：“苗姐，我要看农民历，因为我爸说要看农民历。跟我爸，你看我们客家人很传统的，我们出门啊或者什么一定要翻一下今天好不好？签约这么大的事情呢。然后就看完农民历，我说苗姐，就是这一天了，这一天可以哦。然后我会带印章去跟你签约，然后盖章，我们就真的签约了，就开始了。苗姐帮我安排的第一个工作，麻辣鲜师。
善为见面的印象哦，我们第一次的合作以及认识，就是在早期的《麻辣鲜师》，相信很多人都看这部戏长大的。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麻辣鲜师》一上戏啊，就会带个扇子，就是他那蝌蚪那个角色会带扇子嘛。其实我要爆料。那个扇子的 idea 是我，为什么是我？因为夏天怕热，你知道，小胖子怕热，所以我都会自己带把扇子在那边扇。就他就你知道，小男生喜欢逗弄自己喜欢的小女生，他这边逗我，然后就把我扇子抢过去，然后就带上戏，你知道，就直接给我带上戏。然后导演说，不错哦，善为你带把扇子很好，然后整个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角色就跳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开始以他蝌蚪角色上戏就会带扇子。所以张善为，你要感谢谁？感谢你心爱的小女生。就是这样，悠悠新乐园之后，善为阳光清新的形象被麻辣鲜师相中。我演了1个礼拜就跟苗姐说我不想演了，1个礼拜才演1集耶。我说苗姐，我觉得我不想演了，我觉得有瓶颈，我克服不了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潘玮柏的角色是贵公子，我是一个墙头草的蝌蚪，就是死辣。有一次我记得我跟小曼2个人走在光复南路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哦。就小朋友看我们都很开心，就一看我就陆小曼这样子，然后一看到蝌蚪就坏人，蝌蚪就转头走。那个时候我的心更被刺中了一箭，我更加肯定跟苗姐说，我不要演。太丢脸了，你知道黑皮哥哥的那种特质，然后就觉得小朋友应该是把他当成大哥哥，很喜欢、很崇拜，就突然觉得他叫坏人。你疯了？什么瓶颈？你有什么资格说你瓶颈？你开始走这一行没有？你才演没有一个礼拜，你就说你遇到瓶颈不想演了，你给我好好演。这个角色未来不是只有演戏而已，会有其他的东西。但我那个时候哪听得下去？第一则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松浦亚弥啊，他去参加这个大荣鹰，对他们去开球打棒球。哦，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边板子有写哈。好了，因为今天什么节制？对啊，你知道吗？今天是蛋姐，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当主播，所以呢还有一些顺序还不是很了啦。真的，我去演了之后，过不久，完全娱乐来找我主持娱乐新闻。那个时候我跟王仁甫2个人搭档，刚开始的时候，王仁甫被骂是人妖嘛，因为他眼线很重嘛。然后我呢就莫名其妙就是一个演麻辣鲜师的人，就2个人在就是周遭的每一台 TVBS 是桃子，八大是大小 S， 然后还有我们，然后在就全部都是列强环视的状态下，我们2个去主持娱乐新闻，全部都是女的，清一色。我喜欢你啊！来吗？他刚洗我的胸。大哥音乐，来。就从0开始一直打到最后，我们变成收视第1的娱乐新闻。然后我们也觉得很惶恐哦，就这个努力大概是差不多1年吧，我们就从最后跑到变成第1。电子情人 You got a mail， 让我和王仁甫看对眼，默契好到让人流眼泪，打造完全娱乐的新世界。有一年的生日哦，那在2000几的时候，大概4、5年前，苗姐就说，我答应你的事情我要做到了，我要送你跟潘玮柏一个生日礼物，就是帮你们2个在新加坡办售票演唱会。我的妈呀，售票演唱会，就是奶奶要走的那一天晚上啊，我还跟奶奶发脾气，喝一口看看，好苦，我喝完我眼泪流下来，真的好苦好苦。出唱片办演唱会已经完成梦想的张善为，但只要一提及到已经不在人世的奶奶，他总是不禁红了眼眶。但值得令奶奶欣慰的是，善为最终突破了重围，入围了金钟奖最佳男主角。他又是怎么样从谐星成为了客家烟田少年呢？更多你没看过的张善为都在本段节目。
身为一行人驱车前往新加坡当地国庆活动的彩排现场，一路上歌迷包车追逐，只要和阿威有关的新加坡 Fancy 都了若指掌。说要出席国庆演唱如此正式的场合，尚伟也难得穿上西装外套，打算好好为国争光。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还有前面的各位长官。一上场我哭了，一上场看到就是8000人啊，8000人的现场，然后大家坐得满满的。其实我就觉得在做梦，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在我的脑子里基本上不可能实现的。他的安排是2个人一 open 就是 battle， 就是跳舞的 battle， 就是对我来讲多么可怕的事情，连跳5分钟哦，5分钟的不是那种 Happy 哥哥的舞，是流行的舞，是兰波牌的。然后他上来，然后再换我上来，然后他跳一段，我跳一段，他跳我一段，然后棒，然后到灯全暗，就是那短短的5分钟，可是就是你会觉得一切都好像梦一样。我爸没去啦，我妈，因为我爸说他说舍不得走，要在苗栗看家，气死我了。爸爸虽然没有去哈，可是电话是连线的。那我会觉得，虽然奶奶哈，我没有真的看到她，可是我会觉得她应该在现场。她这么疼我，她一定会觉得哇，我这个孙子开演唱会超厉害，她一定是边看边流泪那一种。然后包括我看到台下的妈妈啊、姐姐妹妹啊，大家在台下的那一种感觉，我会觉得，就好像现在哦，我常常会觉得，就是除了我自己的坚持，我觉得可能我们家的那一种家人的凝结力很强。那我会觉得，我不能对不起我奶奶，我不能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那像我现在，我会觉得，我赚钱没有让奶奶享受到，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从奶奶叫我拿纸笔来记发糕的时候，我大概内心就有感觉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做了好多努力。我跟妹妹啊，我们曾经去苗栗的九华山，我妹妹从那个山下学人家跪到山上，然后去求那个1桶水回来，说给奶奶喝会好。奶奶从可以正常就是说话呼吸，然后你就看着奶奶这样一天比一天瘦，然后一天慢慢的要跟我们说再见，就是要走，然后做了很多努力啊，然后包括去求神拜佛也没用啊，然后吃中药也没用啊，然后我记得就是奶奶要走的那一天晚上啊，我还跟奶奶发脾气，我跟奶奶说，因为那一天每天奶奶只要喝那个药，她就跟我说我要吃1颗乖乖软糖，我就说你要吃啊，你不吃你不会好。我就很生气的骂他，说你为什么不吃？你知道你不把它喝下去，你可能会死。虽然我没有说出死，但是我会告诉他说，你只要不吃，你不把它喝下去，你可能我们以后就见不到了之类的。然后后来奶奶她不吃，然后不喝，然后我就喝1口看看，好苦。我喝完我眼泪流下来，真的好苦好苦。然后我觉得1颗乖乖软糖根本不够，你要吃很多颗。他要走之前，他好乖哦，他把它喝完之后，喝到一半的时候，就边喝他又边流下来。我记得我跟妹妹2个人在客厅喂他的时候，就这样流下来了。然后流下来，我想说，不会吧，应该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我就靠在奶奶的背后听啊，就是没有就没有声音，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那怎么会有这种状况？我奶奶走了我们这么努力跟神明讲，怎么奶奶还是走了？然后求了这么多，拜了这么多，还是走了。那我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好生气。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我第一个，我想要献给我在天上的奶奶，我要让她知道。你的这个坏孙子啊，终于出了第1张唱片。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示，然后也是很大的遗憾。你看我爸爸，他现在虽然就玻璃工厂，他还是要继续做。他常常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做了，因为我舍不得嘛。我看到他这样，然后看到我妈妈，就是你看前几天带团，
带团回来，他也60岁，然后他又说，可是我还能做啊。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我有米兰，如果用米兰话就是我有金流音啊，就是他们两个给我的，我从小看他们两个工作就是，我只要能做，我能拼，我就是拼啊。像我们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200万，可是我们家，我爸爸最落魄的时候是我们家去抵押，然后去借钱把我现在在苗栗住的家是把它赎回来的。可是他们再怎么辛苦，就是从来都没有给我们小孩子辛苦过。我知道他一直很希望，就是自己赶快能够在事业上面可以有所成绩之类，然后可以让他爸妈就是比较轻松。我现在其实说真的，我没有太大其他的目标，那我就想说，我一定要赶快努力赚很多钱，我赶快更好更红。情歌王子张善为的新加坡宣传行程虽然紧凑满档，但是却将人气炒到最高点。你们都要来哦，还有部长你们也要来哦。结束之后，我跟苗姐我们是抱着哭的，大家都放声的哭，因为就完成了一个。他就说：“张善为，我没有欠你哦，我完成你的梦想。”然后那个刹那间，那个眼泪是砰，这样就下来，因为。你知道那种从小你就会想说，我一定要当歌星，我一定要站上舞台，我一定要唱歌给大家听。那个画面就相对到就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凤飞飞在舞台那个，虽然那个时候不懂我为什么要跟他握手，可是当我在舞台上办完演唱会那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个状况哦，这里这样子已经经过了几十年了。客家子弟张善为颠覆平常嘻嘻哈哈的开朗形象，在新戏中一口气从16岁演到70岁。张善为会演戏吗？你可以演戏吗？我记得我《烟田少年》第一次入围台湾的金钟奖的时候，是一位记者打电话来给我，他说：“张善为，怎么可能？我有没有听错啊？”我印象很深刻，是一位《自由时报》的记者。他就这样讲，我会说什么事啊？他说你入围影帝，入围金钟奖最佳男主角，哎，我一听到，我眼泪就流下来。你学校读书，白去做事啊？你把贵眼神无所所谓哈？没啦，那其他的帮我填对啦。像在戏剧上面啊，我就花了比较大的努力去让大家知道。张善为可以演戏，所以当他们要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很珍惜客台的那个烟田少年。其实我真的很认真的问制作人美珊姐，我说你怎么会找我啊？你不觉得我邪心？你要找我演那个吴再发，你要找我演那个高中生这么叛逆，然后爱上酒家女，然后还比较 over 的还有什么手淫？你知道那个戏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 Happy 哥哥怎么可以去拍，就是有自慰的这种戏，你知道吗？当时看完剧本我傻眼，我想说你们怎么敢来找我演？然后我就很害怕，后来我就豁出去了，我管他，就跟美珊姐讲说，你们真的很勇敢，敢让张善为演这样的东西。那也还好，我也没让他们丢脸。那部戏入围了男主角。演戏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棒的是，我可以去感受一个人的人生。我以前都听人家讲说什么叫做入戏，会抽离不了，我就觉得唬烂，怎么可能？他不过是在演戏吧？可是当我演了烟田，演了缘之后，我才知道会。我在短短的可能5个月内，把他10年、20年的生活都在5个月之内，我过了他的生活。他很重视自己的演出，他希望，当然就是因为可能他会找到对象，告诉他不会讲谎话的对象，告诉他说他到底演得好不好，哪边是需要改进的。我中爱一上瘾啊，中爱一上瘾。虽然《缘》这一部戏没有在台湾可能让我得到奖，或者是入围金钟或什么，可是后来在新加坡的这个入围亚洲电视的男主角，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就是我带我爸爸跟我妈妈一起去新加坡，因为我爸爸在新加坡
出生的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牵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我是含着泪的。但这中间的过程，我会觉得我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包括当我真正出了第一张专辑、第一张 EP 的时候，其实我是拿到奶奶的坟前去让她听、让她看，说当时你塞给你这个孙子呆子阿呆孙子的那个5、6万的拍照费，其实也没有白费了哈。然后我就边开我就边心里在跟阿嬷讲说，你现在真的是坐我自己花钱买的车哦。从小喜欢唱唱跳跳的客家孩子张善伟，他坚持着走着自己演艺工作的这条路。他说，这是奶奶给他的力量，让家人从怀疑到支持，现在更是以他为荣。演艺工作全方位的他，将来又有什么规划呢？然而这些规划又让好友杜诗美这么惊讶。请继续收看，客人欢迎光临。回想起一生最美的时光，都看到你说爱我的模样。在奶奶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我曾经跟奶奶说：“阿嬷，我就是如果我那时候跟阿嬷说台语，我说我较变矮哦，我如果有一天成功啊，做歌做明星啊，出唱片探级，我就买一台车子，载阿嬷到处去玩。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奶奶就是我爸爸5岁他就守寡了，所以他把爸爸养大，然后很辛苦，然后后来再带大我们在台北，爸爸妈妈在苗栗工作，那等于是奶奶在台北帮我们带大。那这一路的过程，我都会觉得奶奶好辛苦。那我的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我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买一台车载奶奶去玩，可是来不及啊。这是我最遗憾的，其实到现在都很遗憾。所以我那时候到奶奶坟前，我说真的很抱歉，你的这个孙真没有用，晚了一步。那当我买了车子的时候，载着奶奶的时候，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就是我从开着我自己的车，然后后照镜看爸爸跟妈妈坐在后面，抱着的是奶奶的捡骨完的骨。从苗栗我们要把阿嬷载到观音山台北来放，然后我就边开我就边心里在跟阿嬷讲说，你现在真的是坐我自己花钱买的车哦，不是爸爸给我的钱哦，是我自己花的钱买。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一路上也许是阿嬷给我的这个力量，然后再加上爸爸跟妈妈他们的本来的对孩子的心疼，到底走这一路到底好不好，然后到现在的支持，甚至现在他们以我为荣。大声说爱你，相信你会听见，这思念早已跨越距离时间，每个明天我会等你说声好久不见。我觉得他很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比如说他可能口才还不错啊，反应也还不错啊。那今天在戏剧就是背稿，就是背脚本嘛，然后揣摩剧中人物。一路麻辣鲜师到前年还是前2年，他还一度获得你知道那个客家戏的那个男主角提名，所以我真的觉得他那个坚毅不拔的那种精神哦，这是我对客家人就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一点。当然也是他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努力啊，这样。其实公司的人常常会跟我讲说，善伟，你哦，说你特别也特别，说你贪心也贪心。他说，因为你从 Happy 哥哥的年龄是从2岁开始，到99岁的阿嬷，甚至到外劳在带小孩都会看 Happy 哥哥。那麻辣鲜师他又是国中、国小、高中在看的，完全娱乐也是。然后你出唱片卖的是要卖大概20岁左右的，然后你演戏现在还演大爱，演到好像客家电视台演到60几岁。他说你这个年龄层呢，看似从2岁到很长。他说感觉好像台湾现在好像也没有很多艺人有这样子的 range。我喜欢在舞台上表演跟演出，然后演戏我喜欢感受人家的生活。可是他又倒过来会说，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我会很贪心的告诉你，我都喜欢。
会啊，天王啊，对啊，当天王好了，好吧？啊，对啊，这样，因为我相信奶奶在天上还会跟他朋友聊啊，因为他一定是以我为荣嘛，因为我爸跟他这么像，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大家在聊天呢，所以我应该要继续拼才对啊。当然，天王能不能达到不知道，但是至少这每一个领域 ，Happy 哥哥我要当好，然后综艺节目的主持我要主持好，然后演戏我要演好，然后最重要的是出唱片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忘记。什么？张善为又要发片 ？Oh my god！ 怎么会有唱片公司还愿意在这种时机，再这样子乱花？不是那一定要祝福大卖，好不好？套一句别人的嘛，人家不是说不帮熊睡吗？是真的啊，因为我觉得，包括现在我是 Happy 哥哥，我要告诉小朋友，就是每一个人哦，可能都会有期望，但是期望落空的时候会很痛，但是绝对不要怕这个痛，因为你如果没有期望的话，你没有这个坚持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那个痛是什么。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都活着，你一个期望只要失败了之后，你可以再有另外一个新的期望，你再往前去冲啊。